來看車禍的消息。台南是有一個54歲婦人人，昨下晡佇咧等運送車，竟然就雄雄有一隻車衝來甲撞落，婦人人不幸死亡。這當場有看到民眾是講，這車本底是駛佇咧內線道，莫名其妙就衝對外線來。初步調查，這駕駛無食酒嘛無食毒，為怎樣會使安尼？要過來調查。車北下晝4點多，這台清潔隊的環保車當沿路收運糞掃，徛佇路邊54歲婦人人發現環保車趕緊要等糞掃，隨後後壁車輛弄到，救護人員緊急將人送醫，也是死亡。心肝疼。亞述駕駛是67歲姓鄭查甫人，死者母親真歹接受查某囝，只是甲事上同款到徛個附近倒一個糞掃，就失去性命。車駛過迄邊，我弄伊啦。伊個車駛唔到平啦。看到民眾指出，環保車迄當時為了方便民眾等糞掃，離路徑無遠，野歲駕駛原本駛佇內線車道，煞唔知安怎突然往外線撒動，也駛過環保車駛往路徑初步掌握。野歲駕駛無酒精反應，也無多加情形。旁邊那個已經，我們靠邊已經就是路肩處理的，幾乎都沒有路了，路樹啊那裡啊，甲了行人啊那裡啊，伊就講，一剎那伊就唔知講啊我切注意啊。於35.7公里處偏駛至外側車道及邊線外，車頭先撞擊路邊準備倒垃圾之54歲賴姓女子。警方證實，野歲的車輛先佇內線車道過偏駛到外側，除了弄到婦人人車身，也弄到外側車道駛真慢的糞掃車。專案出代誌的原因，也愛進一步釐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